今季宏觀策略嘅主題係撥雲見日。環球市場過去一段時間受到多項唔明朗嘅因素所困擾，包括關稅嘅爭議、美國就業市場轉弱等等。不過，隨住部分嘅陰霾逐漸消散，加上市場期待已久嘅美國減息終於落實，投資市場嘅前景似乎比之前更加明確同埋清晰。美聯儲喺舊年9月開展減息週期，分別喺舊年嘅9月、11月同埋12月合共減息100點子之後，就一直按兵不動。但係隨着美國喺今年8月初公布嘅非農就業數據大幅轉弱之後咧，美聯儲隨即喺9月宣布減息，以避免就業市場進一步惡化。市場等咗接近9個月，終於迎來新一次嘅減息。美聯儲過往亦都曾經喺減息週期當中暫停減息一段時間之後再重啟減息。我哋將呢種減息之後維持利率不變3個月或者以上，然後再次減息嘅情況稱為二次啟動。由1990年至今，呢種情況喺過去35年曾經出現過9次。如果聚焦喺比較貼近今次嘅情況，即係減息幅度只係25點子，並且其後2季美國嘅 GDP 可以維持正增長。過往相同嘅案例有4次，分別係1991年嘅8月、1992年嘅4月、1995年嘅12月同埋2003年嘅6月。喺呢4次案例當中咧，股票市場整體表現穩健。標普500、羅素2000、歐洲 Stock 50同埋 MSCI 新興市場指數喺減息之後嘅第21、63、126同埋第252個交易日全部錄得正回報。其中表現最突出嘅係羅素2000指數，喺第63個交易日上升咗5.7%，一年之後嘅累積升幅更達到18.9%，反映出市場喺溫和減息再配合經濟增長嘅環境之下，風險胃納係會逐步提升，資金更加傾向流入一啲中小型嘅股份。債券方面情況同股市亦都係相似嘅。環球國債、投資級別債券同埋高收益債券同樣錄得係正回報，當中高收益債券嘅表現最為亮麗，喺第63個交易日升幅達到3.5%，第252個交易日升幅達到16.2%，分別高出國債同埋投資級別債券同期嘅平均回報0.7個百分點同埋6.6個百分點。至於美元方面啦，喺減息初期有可能會出現一個短暫嘅反彈，但喺其後嘅3個月去到1年期間咧，普遍都係呈一個貶值嘅走勢。黃金方面喺經濟冇衰退嘅減息環境之下，12個月平均升幅只係得0.1%，反映咗避險需求有限。不過我哋覺得今次嘅情況可能有啲唔同。由於全球央行持續增持黃金 ，ETF 資金流入有所增長，再加埋市場對於美聯儲獨立性存在憂慮，同埋地緣政治局勢嘅緊張，我哋預期金價有機會有更強勁嘅升幅。我哋預測第4季金價會喺每盎司3700去到4100美元之間上落。總括嚟講，喺美聯儲2次啟動減息、經濟仍然有韌性嘅情況下咧，股票同埋債券市場嘅表現有望持續向好，但係投資者仍然需要密切留意潛在嘅風險，包括市場擔心美聯儲嘅組成變得鴿派，令到減息速度過快，推升通脹，仲有俄羅斯同埋北約之間嘅地緣政治局勢，再加埋中國同埋美國喺經貿之間嘅緊張關係，以及個別市場估值偏高，導致有機會出現回調等等。大家好，今季中港股市嘅主題係休整以待，象徵中港股市經歷咗頭3季勢如破竹嘅大升市之後呢，咁現時嘅估值吸引力已經係大不如前啦。咁另外多隻受惠政策拉動嘅權重股，亦都已經係升到去技術嚴重嘅超買區。咁短期唔排除咧會觸發一個震盪調整嘅。咁啊，藉此令今輪嘅牛市咧暫時可以休養生息。喺國策持續支持創科發展、內需消費、經濟結構轉型等等嘅前提之下，咁我哋都預期出年大市可以繼續創高峰。咁中長線嘅投資者咧就可以待市況適度回調之後，採取分注吸納嘅策略。咁而中港股市短期嘅推動力咧，主要會嚟自2條主線。咁第一係對國家政策嘅預期，第二係海外嘅流動性同埋利率環境。喺政策層面上，4中全會為15規劃去定調，咁會重點關注4大主題㗎。第一個係 AI 同創新科技，
第二個係關鍵產業自主可控，第三個係服務型嘅消費，第四個係綠色低碳。過往記錄顯示，5年規劃嘅討論期對中港股市咧都係偏向正面嘅。咁尤其喺開會之前嘅1個月表現咧，通常都會比會後更加好。不過而家嘅指數已經係高位啦，要提防規劃公佈之後咧會有好消息出貨嘅回吐壓力。咁另外反內卷政策逐步嘅落實，對 PPI 通脹咧同埋中資企業嘅估值都會有望形成再通脹嘅收復邏輯。咁原材料板塊嘅盈利可能會出現轉捩點嘅。不過相關股票已經係大幅反彈，咁最好咧都係採取一個趁回調分段吸納嘅策略。咁至於外部環境方面，隨住美聯儲重啟減息週期，人民幣匯價轉強有利港股通資金流入。咁但係都要警惕，當局可能會抑制匯率過快升值嘅節奏，咁令到離岸中資股再次獲得估值推升嘅邊際效應咧，都會受到限制嘅。相反，香港本地一啲高負債或者高收益嘅板塊咧，會更加受惠。美國減息同埋 HIBOR 嘅回落，咁可以降低融資成本啦。咁美國收益率下調，亦都可以擴大股息率嘅相對吸引力。不過，中美貿易談判同高科技出口管制，對俄羅斯能源嘅相關制裁等等，仍然都係存在變數嘅。咁至於盈利同估值方面，自從7月以嚟，市場對恒指2025年嘅盈利預測已經出現咗明顯嘅下調。咁主要嘅困擾咧係嚟自中國經濟數據轉弱、AI 龍頭公司前置嘅資本開支增加、互聯網消費平台嘅價格戰等等嘅。下半年企業盈利預計會繼續面臨考驗。估值方面，恒指喺寬鬆流動性同埋 AI 熱潮之下咧，咁我哋都預期可以享有一個較高嘅估值日價。咁所以我哋將2025年嘅目標市盈率上調到13倍，同時將恒指年內嘅目標調升到27,400點。今個季度嘅市況咧，可能會喺高位出現比較劇烈嘅震盪。如果要高追入市嘅投資者，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啦。今季美股嘅主題係碧波盪漾，象徵美國股市正享受緊利率下調、經濟溫和增長、AI 熱潮等等嘅正面因素。今季咧有望可以維持風和日麗嘅光景，但係投資者仍然需要警惕對等關稅正式落地之後對美國消費同埋就業市場嘅潛在衝擊，以及 AI 主要科技企業增加投入咗之後對短期利潤嘅影響。畢竟美國股市主要嘅指數咧，目前嘅估值水平已經係今非昔比啦。如果稍有差池嘅話咧，就有可能為市況激起一陣嘅漣漪。隨住一眾受惠 AI 熱潮嘅科技巨頭第二季業績理想，而且相繼公布咗第3季度嘅正面財務指引，市場就全面上調咗資訊科技同埋通訊服務板塊嘅盈利預測。另外，基於以下兩大催化劑，我哋對美國 AI 相關嘅產業鏈咧，中期投資展望仍然都保持正面嘅。AI 科技巨企之間相互投資同埋戰略合作，就形成咗一個內循環嘅加速器，有助打造生態護城河，鞏固龍頭科網企業嘅估值日價。另外，星際之門計劃逐步嘅啟動咧，亦都會支持 AI 雲企業嘅資本開支增加啦，保持強勁嘅增長。加上 AI 應用範圍亦都越嚟越廣泛嘅，提升相關企業嘅盈利能見度。我哋都繼續睇好半導體、伺服器、雲平台、線上社交同埋娛樂平台、核能發電同埋設備呢類嘅板塊嘅。美聯儲重啟減息，我哋預期今個季度咧都仲會有2次合共50點子嘅減息空間。參考過去7次嘅減息週期，撇除咗經濟衰退嘅4次，剩低嘅3次美股市場平均都錄得9% 嘅正回報。即係話，如果美國經濟軟着陸嘅基本情景成立嘅話咧，美聯儲有序減息都會為美股錦上添花，延續破頂嘅勢頭。咁我哋預期以下4個投資主題咧都會受惠到美國減息嘅。咁第一個係短期資本投入大，但係長遠係高增長嘅股份。譬如係生物科技、人形機械人、自動駕駛等等嘅板塊。第二個係海外收入佔比比較高嘅股份。譬如係半導體設備、消費金融、航空設備等等。第三個就係啲房地產同埋建築相關嘅板塊。第四個就係負債比率偏高，特別係啲浮息債務佔比比較高嘅股份。
咁美國嘅有效關稅稅率比今年年初咧都大幅調升啦，對宏觀經濟嘅影響可能會喺今個季度初步體現。特朗普近期亦都宣布咗加徵好多項關於行業嘅關稅，可能會進一步損耗美國企業利潤率同埋民眾消費嘅信心。一旦美國消費同埋勞動力市場同時出現一個比較大程度嘅下滑咧，就會加大經濟硬着陸嘅風險。美股企業盈利預測同埋估值嘅水平都可能會面臨一個比較劇烈嘅下行壓力。不過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同全球主要經濟體簽訂咗嘅貿易框架協議，咁好多國家咧都承諾未來幾年都會對美國進行一個好大嘅投資，同埋會採購美國一啲產品啦，咁譬如集中喺飛機、能源、軍備、農產品等等，咁預計會利好相關嘅美國企業。咁整體嚟講，美股目前嘅估值吸引力咧偏低，標普500指數嘅預測市盈率大概而家係22.6倍。咁都高過過去10年嘅平均值超過1個標準差。咁整體嚟講，我哋對美股嘅睇法係維持輕微正面，上調2025年標普500指數嘅目標去到6850點嘅。美國對各個貿易夥伴喺8月份實施8年以嚟最高嘅進口關稅。雖然目前嚟講，美國嘅消費者表現亦都比預期之中表現韌性，但係近期嘅數據亦都顯示關稅已經影響到就業、經濟增長同通脹啦。當地各項私營部門指標亦都顯示近期嘅招聘情況疲軟，裁員幅度有限，人工加幅溫和上升，而且勞動力需求放緩。通脹方面，美國8月份嘅整體通脹率按年升幅2.9%，按月升幅創下7個月以嚟嘅新高。預期特朗普嘅關稅政策亦都會持續推高當地嘅通脹，而有關嘅影響亦都可能會喺稍後嘅時候更加明顯。如果勞工市場持續疲弱，加上通脹壓力可能會逐步上升，預期美聯儲會根據有關嘅數據表現去調整返之後嘅寬鬆政策嘅路徑。美聯儲9月份嘅點陣圖亦都顯示，今年剩低2次嘅會議裏邊再減息2次，總共50個基點，但明年就會再減息1次。由此可見，美聯儲已經為持續減息做好準備，而短期內嘅降息步伐亦都會比其他主要央行進取，將會影響美元短期嘅吸引力。喺美聯儲重啟減息之際，預期澳洲央行將會緩慢咁樣推進減息嘅計劃，將會加強返澳元短期嘅息差優勢。澳洲央行喺議息會議裏邊亦都表示，預期核心通脹將會放緩去到2至3% 目標區間嘅中間水平，而且勞動市場亦都保持穩定。澳洲8月份通脹按年上升3%，已經升到去澳洲央行通脹目標嘅上限。所以我哋預期澳洲央行會緩慢推進減息計劃，嚟達到央行嘅通脹同就業目標，為澳元帶嚟持續嘅利差優勢。另外，如果美國經濟數據逐步轉差，導致美元下跌，進一步推動澳洲主要出口鐵礦石嘅價格，同時亦都會增加美聯儲更快降息嘅可能性。喺美元走弱嘅預期下，會為澳元提供更加多嘅上升動能。最後，如果中國經濟動力逐步提升，有望刺激返澳洲經濟活動同埋鐵礦石出口，為澳元帶嚟中長線嘅上升動力。中美兩國貿易談判嘅關稅休戰期已經喺8月12號再次延長90日，市場等緊關稅協議更多細節嘅同時，有關關稅協議已經慢慢對中國出口造成影響。不過喺雙方達成框架協議嘅前提下，市場認為中美貿易談判最終嘅結果對市場嘅衝擊已經係大幅減少啦。中國對美國喺8月份嘅出口量達到23,000億人民幣，增長4.8%，但係同月對歐盟國家嘅出口就保持較高嘅增長啦。內地政府今年推出刺激經濟政策，同時實施寬鬆貨幣政策，雙管齊下。中國經濟數據表現仍然好壞參半，市場仍然觀望新嘅經濟刺激政策同之後嘅時間兌現成經濟動能。中國短期將會進入政策成效觀察期，全年仍有望實現4.6% 嘅中國經濟增長目標，預計亦都會帶動人民幣嘅整體走勢。今季債券嘅標題係穩步前行，我哋對於全球債券市場喺今年最後一季嘅睇法係審慎樂觀。
由於美聯儲喺今年頭3季對減息嘅取態相較其他經濟體謹慎，令到美國依家嘅基準利率仍然高於大多數主要國家。但係考慮到美國嘅就業市場數據有所轉弱，通脹正逐步降溫，以及美聯儲理事會組成未來可能更加偏向鴿派，預期美國減息嘅步伐有機會加快。隨住美聯儲喺9月再次減息，我哋預期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喺今年餘下嘅日子會再減多2次，合共50點子，並且喺2026年再下調50點子。我哋預期喺第4季，美國2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將會喺3.35% 去到3.75% 之間上落，10年期國債收益率就會喺3.75% 去到4.35% 嘅範圍內波動。我哋認為較長存續期債券嘅價格相對較短存續期嘅債券更加能夠受惠減息步伐嘅加快，因此偏好5年去到10年嘅中存續期債券。同時，我哋對於10年以上較長存續期嘅債券維持審慎嘅睇法。主要嘅原因係包括對於美國債務長期可持續性嘅擔憂，美國政策不確定性嘅因素仍然存在，去美元化嘅情緒可能會重新升溫，市場擔心美聯儲獨立性會受到削弱，以及若果關稅最終係轉嫁去到美國消費者身上，美國嘅通脹風險可能係會加劇。至於企業債券方面，第3季嘅表現依然出色，但係投資級別同埋高收益級別嘅信用利差目前已經處於多年嘅低位，進一步收窄嘅空間有限。不過，債券供應有限、貿易關稅不確定性逐步減少，同埋發行人信用狀態改善等等嘅利好因素，我哋相信信用利差可能喺未來維持低位，繼續支持企業債券嘅表現。喺投資級別債券當中，大家可以特別留意南韓嘅銀行、中國嘅科技、媒體同埋通訊，以及印尼能源同埋石油嘅半主權債券。高收益債券方面，印度嘅再生能源、中國嘅工業同埋澳門嘅博彩業都值得關注。為咗分散風險同埋提升投資組合嘅回報，債券投資組合可以適當分散投資去到環球政府債券市場，並且考慮以美元或者本地貨幣計價嘅債券，藉此捕捉債息收入機會同埋探索潛在嘅資本增值。另外，企業債券亦都有唔少可取嘅選擇。整體嚟講，呢個策略旨在喺穩定收益同埋資本增值之間取得一個平衡，能夠喺多變嘅市場環境當中提供一個更全面嘅資產配置。